清楚，用真眼看，看起来普通普通。咱一家伙啊，做伙倒去唱歌跳舞开工，真好。是讲你拢大汉啊，敢知影安怎才算是一只正当的大猪咧？我知，爱传你食到8几公斤。哎呀，迄个是大箍，毋是大汉啊！什么？那无你讲看嘛？大汉是啥款？大汉就是想要做啥就做啥，毋免惊袂着顶，好康你就无通紧。不过二兄，你规工干焦上来佚佗，世界拍走，安尼刚好。啊好呀，竟然甲我吐槽，看来你是猪皮咧就爱人变命欠推。老爷啊，你莫靠袂叫着受气，火气遮尔大，我看安尼，有去互恁三个来完成一个任务，看啥人有资格成做一只正当的大猪啊！来就来，上惊笑！啊，来就来，听起来足忝。是啥物任务啊？对明仔载开始，恁着出去家己起厝，3个月后，我才去互恁请，恁看安怎？好。哦，我靠！迄阵天，3只弟仔囝抱好啊挂咧，准备找所在去家己的出路。恁两只猪头无体啊！恁两个敢有啥物计划啊？我想，我是头壳真讲的万事通，这个工课早就做，我起来绝对是水不过吧。有影无？你变做讲一臭干呢？哎呀，二兄，有影才通讲呢。是讲，我惊恁两个听了会对家己无信心。3个月了后，恁就知影啦。这个老爷实在是。二兄，我互你钱啊，还是袂安怎？放开了再来，我们走下来。啊！土豆猪脚汤，有啥拢搞上来。我来太赶，肉更加济，料炒较济，会记加汤加入就是要加钱啦。好啦。 1个月过去啊，3只弟仔囝拢食无用啊！是嘞，讲了顶打去，这颗真用。哎，天气实在有够热，也是来图书馆内底挂者吹空气，敢实在。这位同学，图书馆里面袂当食物件。这个新市区航园区跳转台，若是用来起厝，一定是水当当，当当叫，百面上盖拍。新港下这个所在环境袂歹，听讲这是南台湾北寮木的故乡新市，无我到大家去一支上安尼厝。时间过了真紧，大家厝拢起好啊。超厝啊，凊彩简单个性工，起伫银行中这种无命阁真方便，要食啥着啥，免动家走啊！我好你敢知？我白话啊，这是啥物满高风？我的厝，轻松哦！好去，紧哦！阿兄，真罕行哦！你今仔日哪会遮骨仔来我遮坐？是讲恁哪会规头壳顶拢是草啊？是去白沙？我较风真透，我的草沙叫风吹起来，唔才会走来遮边。阿兄，来我遮就对啦。我这玻璃厝，唔惊风，唔惊雨，就是惊头乌。来，你先来我一下，啥不如防晒如意好啊。好啊，不过你遮敢有物件通食？我走到大东小买小友，巴肚咧唱歌。好啊，我来试看卖。阿兄，你先坐遮看风景，看咱新市，哇，尔水咧。嘿，阿兄，天顶咧飞的，敢毋是你的草厝啊？哎呀，你的玻璃厝敢会去互天顶飞物件讲破？你要讲，我阁无想到，讲一个，我煞错一条。今早有一条飞来走哦。阿兄，啥物风甲恁吹来啊？你看，恁兜上啥物气的？敢会去互风吹去？敢会去互石头牵破？阿兄，我的厝是用砖仔甲红土起的，绝对建构无问题。不，有够恐怖！阿兄，免惊，还是来内底坐啦。免惊，其实这落去就袂惊。喂。弟妹啊，我靠风遮头，你也讲安怎？我打电话互你个兄，
免烦恼啦。啊，伊两个哪会走去你遐？我嘛无清楚，你稍等一下哦。喂，道长，是我啦。我的臭厝去互风吹去啊，我就紧走去老二的遐。哥哥，谁知影啊？谁知影我的飞个厝去互飞来的石头讲破，牵派，阮毋才会来伫尾仔招米。好啦，无代志啊，我们回去旧厝啊。看来你应该拢知影大汉是啥物啊吼？用讲啥样？拍头皮花。过来，食啦。平常啊，恁着吞烂。